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业牧师。3月15日，今天要读的经文要从士师记10章到12章。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。RPG 的祷告金句在士师记10章15节。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：我们犯罪了，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，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。这句话听起来会让我们想起小时候，当我们犯错的时候，我们总是会在面对处罚时，我们会求我们的父母说：我下次不敢了，我下次不敢了，请你救救我，请你救救我。如果我们还知道悔改，还知道错了，哇，那还是一件可以高兴的事，因为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但怕的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不到黄河心不死。人到底要到几时才会觉醒过来呢？我们看到士师记第10章，我们晓得这事情是在亚比米勒的事件发生过后结束之后，神在以色列中兴起过2个士师，这2个士师在以色列人中间带领以色列人还算平稳，以色列人也没有走迷，但他们并没有大大的苏醒，只不过平平淡淡活过来。那么平淡有什么不好呢？亲爱的大家，平淡可不代表国中太平哦。我们如果来看一下这段呢，今天这段经文其实跟过去的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如果看过去的记录，圣灵都会给他们一个记录，就是国中太平多少多少年。而我们看到呢，今天看到的这一些的2个士师，没有让以色列人被外族给搅扰，也没有自己本身的那一些扰乱，但缺了几个字：国中太平。也就是国中太平是一件重要的事，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平平淡淡的，而我们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而且以至于我们不需要神，以至于我们好像过平淡的日子是非常这个很正常的事情。其实不是哦。当我们觉得很平淡，我们的心就会被其他的事情搅扰。我们以前常常跟年轻人，我们看见他们太无聊了就会变成什么？乱子就来了。太无聊了，我们能做什么？以至于我们看到过去他们只有侍奉1、2个偶像，现在却侍奉一大堆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想，在平平淡淡很无聊，人生真的不是这样子，过得太平淡，就找一些有得没得的事情，得罪神的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是要给神用的，我们不是在那边在平淡中反而引起属灵的危机。我们真的是要回归到神的面前，神也知道我们得罪他，他会管教我们。当我们在被管教的时候，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这里很微妙的地方当以色列人被管教的时候，起初他们只会说：我们做错了，神啊，怜悯我们。但现在呢，神啊，我们的确是错了，你按着你看为合宜的来对待我们，但求神怜悯我们，不叫我们再受人欺压。如果我们再看下去
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现在不单在那里向神认罪，也向神敞开自己，说什么你怎么对待我们都可以，只要你拯救我们就好，求求好，求你来拯救我们。哎呀，这就是人啊，人真的是不到了那个尽头，没有寻求神。而这位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受的苦，就心中担忧。心中担忧是一个父亲的心，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回到神的光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有让神担忧吗？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的，他是要使我们能够得胜的，使我们能够得胜有余，但我们不要超过神的吩咐，好吗？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一段最后的章节，我们会觉得心很痛。这个士师是耶弗他，耶弗他他可以说是一个算优秀的一个领袖。我们也看到他真的是对神对人，他真的是有那个热心啊，而且他也遵照神的旨意来做。我们看到申命记神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攻打敌人的时候，你们攻打一个城，你们到那里的时候，不要立刻就攻打，先去跟他们说和睦的话，让他们接受你们。如果他们接受你们，事情就这样解决；如果他们不肯接受，然后才去攻打。而耶弗他确实是一个遵行神的人，但他可惜，他向神的热心已经超越了真理，也就是他已经被当地的这一些偶像崇拜所影响了。我们看他许的愿就好，他许了什么愿是神不喜悦的？他说，如果我回去第一个来迎接我的人我就要把他献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神不要的，神不要献人这可是一个得罪神的。但耶弗他却是已经深受这些当地的宗教的影响。我想耶弗他确实是没有一个属灵的伙伴，他的失败就在于他没有属灵伙伴来提醒他怎么对待神，在灵性上是不是走偏，导致他侍奉跟人生都失败了，而去渴望要出头，渴望要抓住权位，而被当地的这一些宗教风俗习惯所影响，最后悲剧是发生在他自己的家人，因为他只关心他自己输赢胜过上帝的事。他想要用许愿来要挟上帝，保证自己可以得胜，却赔上独生女的性命。求神帮助我们，真的不是像士师，到了这个时代越来越败坏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好不好？让我们现在就来想想我们自己的灵性生命上，我们多么需要有属灵的伙伴，在我们过了头的时候可以提醒我们，谁是我们的属灵伙伴呢？我又可以成为谁的属灵伙伴呢？这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的信仰的旅程是多么重要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将过去你的百姓中间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的引荐，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提醒。主，愿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，主，我们知道我们要什么，坚定我们的心志，
也让我们能够躲避那个撒旦，特别是自己欲望的那一种攻心，那个软弱。愿我们脱离这世俗人的愚昧，我们单单就是要看到主你真理带来给我们的真自由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可以活出真理里面的真自由。我们明天见。